係，Hello，大家好啊！咁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用逆齡系列處理一啲 coating 嘅法則。咁點樣為之 coating 呢？譬如話有一啲殘留嘅色粉，或者一啲家居嘅護理，甚至乎一啲直髮護理啦。咁佢哋都會封住個頭髮表皮嘅。咁我哋當想去做一個曲髮嘅時候呢，就可以選擇用乳液系列做打底嘅方法上卷。因為咧乳液系列咧，佢個黏度會比較好，咁佢敷住個頭髮咧，咁我哋嘅還原劑咧就可以慢慢滲落去頭髮裏邊，咁樣就可以分解到頭髮嘅二硫件啦，咁樣就可以去針對去做一啲穿透 coating 嘅頭髮。咁但係當撞到一啲比較受損嘅頭髮嘅時候咧，往往就會有一個問題喺度諗，我到底用幾強嘅乳液，或者我溝水劑都好，我到底溝幾強嘅水劑同乳液去做呢？咁我通常咧就會喺唔多眼嘅位置咧打一個偏 curl 或者捲一個電髮芯，咁樣咧就落咗我要嘅乳液強度或者我要嘅乳液加水劑嘅強度，咁我先至去捲芯。到我捲好咗芯之後咧，我就會拆一執出嚟去睇佢個曲度咧，去視乎我嘅強度需唔需要再去調整，咁樣咧就會更加安全、更加穩陣啦。如果大家有啲咩問題嘅，隨時打俾我 Alan 啦。